哦，你看这么冷哦，42公里，中华民国台湾台南新竹，哦，比法国首都巴黎、英国首都伦敦，哦还要冷哦，比美国纽约就温暖多了。哦，美国纽约也那么冷，啊，据说马祖2度呢，2度嘞，新加坡，哦，新加坡你看东南亚的那么冷那么热，然后来南半球的澳洲的雪梨的在悉尼25度，南半球的澳洲呢，现在是夏天了，那么热呢，北半球的很冷呢。然后来个莫斯科的俄国莫斯科1度了莫斯科的1度了，马祖说2度了。